阿 Johnson 啊，我下個禮拜咧就要請客食飯嘅，咁睇下你有啲咩食材好介紹啊，等我可以買定啊，咁我下個禮拜唔使咁趕啊嘛。哇！下個禮拜請人食飯咁快買定啲嘢，你唔驚啲嘢唔新鮮啊？咁有雪櫃㗎嘛？如果冇雪櫃咧？你既然咁問我嘅話咧，咁我就要向啲古人學習啦。咁譬如啲肉啊或者魚咧，就係以一啲風乾啊或者啲煙燻嘅形式去處理佢咧，就成為呢一個臘肉啦或者燻肉嘅。咁啊呢一個形式去做佢咧，務求咧就係喺肉裡面咧啲水分抽乾咗出嚟，咁啊儲存嘅時間咧就可以耐好多啊嘛。就好似喺德國咧，我哋經常都會食到呢啲風乾嘅腸仔嘅，咁可能個質感咧係比較硬啲，咁但係當你咀嚼耐啲嘅時候咧，佢個味就好濃郁㗎。嗱，如果講到醃製嘢咧，就唔可以唔提荷蘭啦，因為當其時佢哋嘅醃魚咧係令到佢哋嘅國家發跡嘅。咁厲害，係咪又有故仔講啊？嗱，話説咧13世紀嘅時候咧，隨住個海流嘅變化咧，咁波羅的海呢啲希靈魚群咧就遷移到去荷蘭嘅北部海域。咁喺北部海域沿海嘅國家咧就爭相去捕撈呢啲魚喎，包括荷蘭在內。咁當其時越嚟越多人捕撈嘅時候咧，又冇雪櫃，咁咧保存咧就成為咗一個問題。咁當地人咧又食唔晒啲魚，遠程運輸又唔現實。哇！撈咗咁多上嚟又保存唔到，咁咪好浪費咯。當其時咧就有兩個發明，第一個發明咧就係一個水手咧就用鹽去醃呢啲希靈魚，咁令到佢咧可以長時間保存。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漁民咧就發明咗一種方法，就係一刀咧將魚頭同魚腸都可以去掉嘅。咁1分鐘咧就可以劏30幾條魚嘅，咁咧就加快咗劏魚嘅速度啦，同埋咧啲魚係更加新鮮。咁由於呢兩個發明咧，令到荷蘭咧出口呢個希靈魚咧成為咗一種優勢。咁雖然希靈魚唔係荷蘭嘅一家獨有嘅資源，咁但係咧就成為咗佢當其時最重要嘅商業活動之一嚟嘅。哇！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啊！係啊，嗱，鹿特丹啦、阿姆斯特丹啦，呢啲曾經係世界最大嘅海港嘅歷史咧，就係由呢啲一缸缸嘅希靈魚開始㗎啦。咁荷蘭人咧個競爭力慢慢開始加大啦。咁喺當其時咧，荷蘭人嘅商譽係非常之好嘅。咁好快咧就令到荷蘭咧成為咗海上馬車夫嘅呢個大業啦。真係好難想像到啦，荷蘭最初嘅發跡啦係靠呢一個醃製魚嘅技術優勢嘅。所以咧唔好睇少一種簡單嘅保存食物嘅方法，佢足可以改變一個國家嘅歷史嘅。食在廣州，令我哋可以喺高樓林立嘅商圈揾到大草原開闊嘅感覺。人民廣州值得遊覽嘅地方又何止光孝寺啦？同樣係位於越秀區嘅流花湖公園，園裏面綠樹林蔭同嶺南特色建築互相輝映。嗱，喺廣州咁繁囂嘅大都市咧，都好難得咧揾到一個咁寧靜致遠嘅地方咧，飲翻杯嘢嘅，可以講得上係偷得繁身半日閒啦。咁其實咧，我哋平時都市人咧，好多時都會食好多好肥膩嘅嘢咧，亦少不免咧有大魚大肉嘅。咁今日咧專門同你嚟流花湖呢個地方咧，就專門去揾一個素菜館食佢哋嘅素菜。咁都好啊！你講起素，因為咧食齋又唔同啊嘛，因為好多框框啊，食材又未必可能用到啊。嗱，咁其實素食嘅風格好多嘅，咁有新派咧，亦有係傳統嘅。咁今日我哋嚟到呢個地方咧，佢既有新派嘅風味，但係咧又有好傳統樸實嘅一種感覺嘅，而且搭配咧仲好特別嘅。呢一間素食菜館唔單止係位於清靜優雅嘅園林裏面，而且室內設計都有獨特嘅嶺南特色。大廳嘅水亭設計精緻高雅之餘，亦充滿自然氣息。而菜館內每一間房都採用典型嘅西關裝修風格，滿洲窗、欖窗、羅漢床，每一處都有濃郁嘅嶺南韻味。而呢度嘅素食同樣啦，同環境氣氛一脈相承。哇！聞下呢個蟲草湯先。哇，好香啊！哇，睇埋啲料啦，簡直係用料十足啊！就咁夾咧，都已經夾到3、4條嗰啲冬蟲草出嚟啊！佢呢個蟲草湯咧就係用呢個紫砂壺去燉嘅。咁啊，經過咁多時間嘅燉製咧，其實呢個壺都係有蟲草嘅香味。
眾所周知，好嘅紫砂壺要養嘅。據講，店家喺啱啱開始做呢一個湯嘅時候，因為紫砂壺較新，味道並唔理想。但係經過長時間使用之後，紫砂壺吸收咗蟲草嘅香味，養好後嘅紫砂壺反過嚟咧係提升咗湯嘅味道。即係話師傅同我講咧，燉呢個湯一定要燉夠5個鐘，因為個湯裏頭咧仲有腎耳。嗱，腎耳咧其實咧同呢個雪耳咧同一種類型嘅，不過咧雪耳係有野生嘅，腎耳咧就用人工培植。不過用人工培植咧就一啲都唔簡單啦，因為咧要用幾十種藥材先可以培植到出嚟。係啊，因為燉咧當然咧5個鐘頭咧就可以話係將啲精華咧係燉到出嚟。一飲嘅時候咧咁加埋呢一個腎耳咧，個黏性好強，同埋啲味道咧係濃縮嘅。咁所以用呢個細嘅茶壺去燉咧，就係可以好突顯到佢嗰個特色啊。咁所以呢種類型嘅湯咧，就係呢個湯咧就係有蟲草啦，同埋咧又有腎耳咧。咁啊蟲草咧就係可以將人嘅免疫力提高啦。咁腎耳其實咧都好清潤嘅，除咗清潤之外咧，仲好養腎，所以先叫做腎耳啊嘛。素菜作為一種特別嘅食製，喺唐宋時期就開始咗形成啦。經過時代嘅演變，現代嘅素菜咧加入咗好多新穎嘅食材同埋元素，真係既傳統又有新意。揾呢個靈芝包子焗薯蓉咧，我覺得好新奇嘅，因為好少咧就將一個西式咧同埋靈芝咧係混合埋一齊嘅。嗱咁其實咧佢啲做法都特別嘅，因為由於呢種做法咧就可以將呢個靈芝包子嗰種營養咧充分發揮晒出嚟。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用一啲芝士啦包住佢，咁包住佢之後焗嘅時候咧，令到佢嗰個熱量咧增加咗啊嘛，咁變咗嗰啲營養咧又落咗去嗰啲薯蓉裏頭。所以嗰個效果咧應該係唔錯嘅。係啊，嗱平時咧用靈芝包子煲湯咧，你見唔到啲靈芝包子咁啊，咁但係反而咧呢個靈芝包子焗薯蓉啦，你睇下幾多料？有冇特色？彩華嗱，其實我哋平時食素咧就好多時都係為餐食嘅，咁但係我哋嚟到呢度咧就食咗好多咧都係一位一位上嘅喎。嗱，呢一位咧就係白葱嚟嘅。呢個係牛肝菌係咪啊？係啊，嗱，其實咧就係一樣嘅啫。睇落去咧雖然咧都係牛肝菌，但係白葱咧就係牛肝菌裏頭最靚嘅一種。哦，原來如此。熱辣辣要食下呢個乾煎牛肝菌。佢呢個牛肝菌嘅味咧好出啊！因為用咗佢牛油去煎咧，再最後咧咁啊賺翻啲嘅酒，咁啊有啲酒香。因為點解我覺得呢一個反而出啦？平時咧我見到啲日本菜咧，佢哋係會揾一個嘅炭爐咧，慢慢燒烘俾你噶嘛，咁啊乾身啲，咁啊加少許嘅鹽花就食啦。但係反而佢咁樣炒出嚟咧，係令到嗰個牛肝菌咧係更加滑、更加香。咁其實咧，我平時都好多時嚟食呢個菜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可以食到一種素嘅味道，但係咧素味裏頭咧又唔係好寡嘅呢種效果。咁同埋咧，師傅咧之前都同我講過咧，做呢個菜咧一定咧就要落頭抽，咁同埋咧配合翻其他嘅佐料一齊咧，個味道出嚟咧先係好嘅。其實咧呢個菜一啲都唔複雜㗎，因為就係咁樣用牛肝菌去炒佢啫嘛。但係真係食落咧都好豐富。嗱，彩雲食翻個糖水先啦。係啊，但係咧呢個好得意喎，睇落咧就似係雪蛤膏啦，但係咧硬身少少嘅呢啲咩嚟㗎？嗱，平時燕窩、雪蛤可能都食唔少啦。咁今日食法咧，其實同食燕窩差唔多，都係有6、7種唔同嘅呢個汁喺度㗎。呢個蓮子咧就係高山嘅蓮子嚟㗎。咁呢個蓮子咧，其實咧大師傅做嘅時候要浸泡佢咧，浸泡成10日8日先可以浸軟佢。咁然之後咧，先再用糖水燉完出嚟咧，就真係好似雪蛤，不過食落去咧煙韌。即係唔單止咧，就係即係煙韌啦，佢仲係有好強烈嘅黏性啊，感覺係好有膠質啊，所以我諗女士們食到咧就係會非常之養顏嘅。嗱，加埋啲木瓜汁咧，仲更加好味。咁其實咧，無論食咩素菜或者齋菜都好啦，都講求人嗰種心境嘅。有啲素菜咧，裏頭咧又有素雞啊，又有素燒鵝啊。咁其實咧想吸引一啲唔同嘅食客。其實食齋咧係講求個人嘅意義，最緊要係心意。呢度可以欣賞到熱情奔放嘅東南亞舞，呢度可以食到最地道嘅東南亞風味。唔好以為我同 Johnson 去咗東南亞嘅島國度假，我哋依然食在廣州。3種唔同口感味道嘅日本雙角牛肉，一次過俾你大飽口福。
入口即溶嘅鵝肝壽司，帶俾你日式美味嘅頂級享受。下一集美食地圖帶你體驗廣州城內嘅異國風味啊！喺18世紀之前咧，由於運輸條件有限制，葡萄酒咧往往咧都經受唔住長途運輸而變質嘅。為咗解決呢一個問題，啲人咧就採用咗2次蒸餾去提高酒精嘅含量，以便運輸。到達目的地嘅時候，再稀釋復原。跟住落嚟係播映香港電影金像獎《色情男女》，請繼續欣賞。